參觀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氣候變化博物館啊！我哋去了解國家科技發展。Let's go！ 氣候變化博物館展示咗由探險家李諾斯博士所捐贈嘅珍貴極地展品，展覽內容十分豐富。你哋睇下，呢個就係雪龍號啦，佢係由國家自主研發嘅極地考察船。雪龍號先後去過41次南極，又去過9次北極，進行科學考察，創下咗中國航海史上多項紀錄，亦都為我哋更加了解極地生態做咗好大嘅貢獻。咦，呢套就係李博士着過嘅極地探險服。李博士着住袍紗，完成咗一次又一次艱辛又刺激嘅探險同科學研究，真係好有型啊！你見到個破壞力其實好勁嘅，咁咧我哋仲參觀咗東大嘅美源湖。湖中心有個對中國傳統建築特色嘅亭，叫做獅子亭，真係好靚啊！附近仲種咗好多花草樹木，個湖入邊仲有好多魚啊！我都有好大條魚啊！我睇我哋玩得幾開心。經過今次參觀，我哋感受到祖國科技發展嘅強大。中國科學家喺極地考察嘅艱辛係我哋學習嘅榜樣，同時都要留意全球暖化帶嚟好多問題，我哋要好好保護地球，為減少溫室效應要作出自己嘅努力。希望到時我大個咗都可以好似李博士同其他科學家一樣去極地考察，貢獻社會。今次講住咁多啦，下次我哋再見啦，拜拜啦！